操作形式 APP， 操作形式 APP， 辨识植物，这叫七叶树哦，这个乌邦树那是七叶树，乌邦树啊，黑板树又叫做七叶树吗？2、4、6、7，2、4、6、7，哎，真的是七叶呢，真的是有七叶。那这个是黑板树啊，乌邦树啊，那怎么是叫七叶树呢？要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7片叶子的。这真的用形式 APP 软体程式拍照辨识，说是七叶树呢，七叶树呢有7片叶子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真的是有7片叶子呢，七叶树。那这个是我们说的黑板树、乌邦树啊，怎么是七叶树呢？是一样的吗？这是桑树啊，这是桑树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树啊？用形式 APP 软体辨识。